那个跳的时候用几张那个在学嘛。啊？昨天想给我惊喜，我说啊，就是没跟你说吧。对。在想怎么说事情呢？啊。我以为你要做阿飞。以后给他还是有那个人给他看。我以为你要给我。可能还是要给你买咖啡。真的。
有没有买茅台那个？我没跟实话说，这个也好看。TikTok 吗？是不是 TikTok？ 不是，YouTube 的。YouTube 啊。还有宝。YouTube 上啊？对。YouTube 歌你可以用吗？我也用不了嘛。哦。用不了啊。看他用几啊？有几个前面？你不跳那个吗？这个是有几张学的，在那在那个正常。教他们。哎，他们说你伤还没好吗？啊？不是跳不好的，还要休息。没有啊。